立法院的新国会，这3党拢无过半，2月初1就要选出正副院长啊。国民党是派韩国瑜共启臣，民进党可能会派游锡堃蔡其昌。若民众党支持啥人是关键。国务代表是会邀请哪个候选人甲民众党沟通，以保证民众党百姓拢会投互同一组，为者开除党籍。立法院两头之间，国民党力推韩江配，民进党传出会派游昌配。民进党有80立委席处扮演关键角色，暗过传出立委可能分裂投票。民进党主席关铁亲身督军，伊拉出席民进党党团会议，针对哪了就国会改革态度讨论，听立委的意见。对是不是坚持投票团进团出，关铁下令为者开除党籍。我们绝对不会搞像那个俊岳这样，媒体在那里现场直播。所以结论是这样，我们邀请2党的候选人到我们的党团来，正式跟我们的这8位的立委，来说明他的想法。这种重大投票没有团进团出，抓到一次就开除党籍啊，你的立委资格就没有了。关铁表示会邀请哪了2党的正副院长候选人来民进党党团沟通或者是座谈。另外，争取院长连任的游锡堃上节目专访，强调未拒绝政府撤出的票，照党团推举参选关系去民众党团拜票。不过被问到无连任是不是事实，交予少年人，游锡堃不满主持人的提问，话声唔通用错误的话来传来传去，现场的气氛真灰薄。我有信心会当选。那这是你的官方回答，那不是我的问题，叫以讹传讹。不是我辞的，就是王一川，你故意把它连接在一起。游锡堃表示，议长提出来做国会机关是通例，针对总统当选人大清调观察国会事务。游锡堃是表示，大清调伊并表也讲，国会自主交由外革命处理立法院长的选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